马上你就开。那，正菜，搞正菜，这趟多到，马上开个竞争奇迹。我的妈，我领他多。多了，你品质的多子做你搞拔的哟！三你品质开着的，我自信接受这个都是宝啊！你品质都知道就走，介绍了老 play， 那品质都看见到。介绍了老 play， 那品质都看见到。你别笑。给我站起来！跟那忙着考，没有银行呀，我家帮手呀！我一年子咋么车在后面的银行没得瓜子肉，我一年饭都知道花，这真要打人了！太过了，真大内裤！我有的东西挖到路，什么？北坡早就知路，一路南路，下熊满错。日本防狼喷雾，喂，美家防狼喷雾呢？这要一瓶可以用1箱啊？哦，我那个摸一包瓶嘛，因为我做家族老师后个手，你到那个用子当哈。第一包瓶，你别笑。奥迪的香水，9块9包邮。啊，弄那够没？梦中了，一瓶喷菜香。摸一包瓶喷指甲香，2包瓶喷1包香，刚好着我要防狼喷雾草多，我拿做家族老师还个手，摸，有那么多啦？我那要潇洒哥要用咋了的？没早头多年短大这个，只想这个用啊嘎。喂。你看，我找到男朋友嘞！哦，这个你要找到男朋友他呢？长得真真是哎！第六牛个跟真啊！我真真，啥？长得真真个？公真呢？个啥？怎么长真个是？你别笑。不然真真真嘞？个啥？长得懵逼喽？他怎么定定成个哟？怎么喽？第六牛跟我讲诶，带你去吃啥呢？那我们刚刚诶，咕噜包包，过来诶，我骆驼仔，我自己在炸，都只鸟嘞。你分个手指抄个蒙的啊？第六牛，带头分手了？你帮个找到照顾下噶？搞得怎么咋嘞？我正他个鸟的，个老毛蛋子后挂个第2三个印章哈。我的那个太做伤来了，不只有猫杀搞鸟搞了，之类没我哪能如个鸟呢？个毛的脑子走呢？我没了。喂，要噶？我讲个箱子走呢？还是你分对我容大。不过怎么咋了？主动离开过，如果还分手，减轻过的负担。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！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！第六牛，毛呢？我拿不住鸟嘴诶，我问过伊诶，我毛这个脑啊，我怎么？搞我毛的这种脑？哎呀，那让我们个烂脑嘛！我念不毛那的是老贼诶。就个拿不住鸟嘴诶，搞我毛做这种脑诶，过来自懵嘞。懵了懵第六牛，懵呢？个多过伊嘛？过一多过产菜。个一点干成菜呢？个
个火锅冇个赢了冇，个就精彩了。这我冇了，我冇给啊，我老醉呢。我嘛，冇那个哪个才真要醉呢？这一毛事。个哪个才真要醉诶？这火锅冇个赢我真呢。你打我咋？我得活该当sensu哦。我得活该当sensu哦。哼。喂，腿饭。那么跟你的北路酒店总共消费一餐在咋？一餐在咋？北路酒店主要提供健身房、游泳池、网吧、KTV 这样子都没了，所以你消费一般都要一餐起步。没提供了，问题是我都知道问我了嘛。你专门被酒店有话都要提供嘞，搞知道问我要搞自己的事情啊，所以消费都要一餐在咋？哦，要我嘞？我得我马上打着个啊。到了。我将他转开过一波来咋？大姐收到一般巴士，扬州我不得1毛9波来咋？没得酒店还一差的，我可以一波搞还有货了嘛？问题是他妈我都知道不搞嘛，我都提供了，搞知道不哎？现在个的事情是，你别笑。